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8月19日，生死的反思力。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31章。RPG 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39篇7到8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反思力不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是具有5个主要的综合性能力：规划力、察觉力、有大爱、逻辑判断力、执行力。那么这样说起来，反思力可以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回顾跟一个总结。就像我们今天要读的今天的经句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直出现死。要面对死亡，或许有人这样说，生命不就是在等待死亡吗？生命不就是在走向死亡吗？生命同时代表着死亡的到来吗？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了，真的是算一个综合一个结局吗？那么真的就这样子结束吗？我们一起来看，扫罗跟他的儿子是真的已经阵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说到，昨天其实就已经预言了扫罗的死。这也是在撒母耳记31章里面的最后一章。扫罗的死也是代表着大卫王朝即将要兴起。扫罗的死实现了先知的预言。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28章，在我们前几天里面其实已经有读到，他将要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么我们并没有这个专注在讨论扫罗交鬼是不是不对或不对，而我们昨天其实有讲到了这个我们以神给我们的判断力的话这不是扫罗的真的魂但无论如何，我想这个作者所要带领神透过记下来这些事情，是要我们去面对死亡，因为这是在这一章里面一直出现的。从第1节开始就是死亡，以色列人在基利波被杀扑倒了，接着非利士人紧接扫罗和他的儿子就被杀了再来就是扫罗他自己也中箭有重伤，最后扫罗和帮他拿兵器的侍卫长在自己的刀下先后殉国。我们看这一章里面记载着扫罗死跟他的众子死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死亡，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思考扫罗的结局，死亡是他的结局，这是他选择的路。扫罗开始就选择他要迁就百姓，他喜爱物质。在扫罗跟撒母耳的对话里面，其实他一直说的是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我们还会有机会再回头重新再看撒母耳记上整个的从第1章开始，我们可以注意这件事。扫罗他只看到撒母耳的神，你的神，他从来不知道神是他的神，神是可以依靠的。这非常的可惜，以至于接下来跟随扫罗的人和百姓也都死了。所以你跟对不对真的是差很多。如果我们跟对了，或者是我们一开始跟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按照神的真理，就像撒母耳他对扫罗讲真实从神来的话，那是一个提醒。但如果我们不提醒，而我们只是跟随，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共犯哦。我们是不是也跟着我们所跟随的主子，我们一起得罪神呢？这是我们要思考，因为最后的结局我们也会跟我们所跟随的人是一起的。而或许我们会说，这个章节啊，真让人没盼望啊！因为扫罗死掉之后，整个以色列地被掠、被掳掠，然后在这一章最后，神留下了盼望。真的吗？在哪里？对，我们自在基列雅比的勇士为报扫罗当年拯救他们的恩惠，冒着非利士人攻击的危险，他派出了勇士，走了1天的路，把扫罗和众子的尸首带回来。这有什么盼望？有葬在垂丝柳树下。这个垂丝柳树记得吗？这就是扫罗曾经坐在垂丝柳树下指挥军队。圣经记述着扫罗葬在这个柳树下，就好像默默地记述着扫罗曾经有的攻击，但他死之后，这位神仍然保护。虽然以色列已经宝藏没了，百姓的诚意失去了，但是在垂丝柳树下，以色列的希望还在，因为这是求问神的地方。而这位神早在创世纪21章早就记录，亚伯拉罕在别是巴也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妙，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可畏。我们人都是有限，死亡真的有一天就是会到来，即便我们不想说。但尼采这位文学家说，记住哦，你会死亡的。当我们记住我们会死亡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要去问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超越那个意义？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无限赛局跟这位无限的神连结呢？那么我们有限的人生真的才会有意义。我们此时此刻还活着的时候，也因着我们跟这一位永生的神有连结，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判断力都才会是正确。当然对生死我们更是有反思力，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刻也来默想，生命同时代表着死亡的来到。今天复活的主对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呢？有一首歌，永远唱的歌，是今天的连结，音乐牧师很喜欢，也是提醒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永远唱一首歌，那首歌是爱。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他再来，他就是一直唱的这首歌，也透过他的话圣经来告诉我们爱，他爱我们。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实践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人生就有了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爱我们的主，谢谢你是永生的主，你是复活的主。主，你应允我们信靠你，主，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是有了那个盼望。在今天的经文虽然看起来很沉重，但主，你放下那个盼望，那柳树下那一棵树，主啊，你要我们也像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实，果实累累。谢谢你使我们有盼望，谢谢你使我们一切
问题的答案。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爱，使我们有限的人生连接着无限爱的主。我们明天见。